外国媒体表示，讲这黎巴嫩爆炸事件内面的 BB 库呢，是对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来的。不过，董事长柯清公是解说讲，这出代志的机型是伫咧香加里配合厂商贝克设计制作，和台湾金阿波罗无关系。金阿波罗公司只是授权予贝克公司尔。目前，咱台北树林地检署也已经主动分案调查。黎巴嫩用的是哪一款？没有在我这里。 它不是我的产品，所以没有在我的这个内容里面。介绍产品，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柯清光严正澄清，黎巴嫩 BB 库大规模爆炸事件出代志机型 AR-924型号，绝对不是家己公司生产，只是大白挂名。 透早伫新北市址的金阿波罗公司总部，到警方来调查，还经外国媒体也来了解。柯清光讲，出代志的代理商伫台湾有办事处，去甲伊透早就打电话去骂人，佮表示家己也是受害者，不排除跨海提告。制造是他，设计是他，他只是跟我买一个 logo， 就是这样子。你说的是布达佩斯这个公司吗？是。 台北树林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，金阿波罗公司10月2摆对外发声明，除了透露合作厂商 BAC 公司伫布达佩斯也澄清这机型呼叫器的设计甲生产，拢甲金阿波罗无关系。目前有跟 BAC 联络上吗？不是 BAC 有找你们吗？警方现在还在持续调查中吗？对，我们还在调查中。对。 面对提问，记者无继续回应，敢表示警方在进行调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，已经指示相关局处去了解过程。我们其实在第一个时间会请我们市府的相关单位，警察局啊、经发局啊，我们会跨局处联合去了解这整个过程，了解完以后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详细说明。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表示，金阿波罗公司是合法工厂，产品符通信传播设备、导航、钟表等，目前查无违规记录。根据经济部调查，2021年到2024年8月，这公司出口16万套呼叫器，今年1到8月出口4万919套，最后出口对象是欧美国家，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，后续继续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